台南的台湾府城隍庙办活动，让学生穿古早思想的服装，体验就近考试的情景，而且祈求生命保庇，考试顺利。庙方将府城隍威灵公主事考运、甲人事学证书、甲考公师爷请到庙前坐镇，并且带穿古早服装的考生参拜。现场阁准备700人份的米糕塹，放入六角形的塹塔内底，代表六六大顺。祭拜过了，嘛当场开塹，将祝福分享予参加顺利祈愿的考生，甲现场来宾，场面真闹热。嘛会当来接受咱府城隍爷，啊，甲咱的师爷的祝福。仪式过后，这学生派德卡实际体验古早书生上京赴考的辛苦。觉得这个很有趣，然后希望会考可以上一间好的学校。觉得很特别，应该在印度我们没有这样的活动，所以我很开心来这边。现场仪式结合古早应试以及现代舞蹈团的艺术表演，和参加学生除了消透考试压力，嘛进一步认识府城隍的历史文化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